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大屯山有火山的通道，大油坑恐惊会变作爆发口。大台北地区的大屯火山，中央研究院证明讲是活火山了后，即摆佫有上新的发现，讲这个火山毋但有心跳，而且当咧呼吸释放出来的气体，已经替这个岩浆来开一条路。这是台湾第一届观测到火山的通道，地点就伫个大油坑的附近。万不一，火山若真正来喷发，真有可能就为这个所在流出去。加在，咱已经掌握到这个通道伫个倒位，会当提早来防范。火山喷发惊人的景象，敢会伫台湾发生？中研院持续的研究，第一摆嘛是上新的发现，讲火山通道已经形成。当气体从岩浆库或者这些岩浆库慢慢上来，到了接近地表的时候，它就会找一个相对弱的一个通道或一个带，然后上来，所以它就产生很多的地震。团队是用相定差分的方式观测地动，甲2014年到2017年大屯火山清外的地动的图，拢总甲套摊起来，发现讲大油坑下骹有一个火山通道，悬2公里，火山的喷发可能就是伫遮。坡它当然往这边就到金山去。那如果它的点如果到南侧一点点，那它可能沿着这个沟下去，或者沿着这个沟下去。根据目前的文献，国外的观测，火山通道拢是火山已经喷发，岩浆对通道喷出来才看会到。台湾是岩浆还未流出来，就已经看到啊。这对会当提出预警的灯号，佮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大台北地区，监测和防灾拢会当早一步。